这中国国台办讲，去到中国发展的台湾艺人要做因的靠山，咱的陆委会主委区水正就讲，若准是把这台湾艺人当作是家己人，就不应该要求因爱来表态。另外呢，之前有中国学者讲，台湾的少年人介意用这小红书、用 App 治理台湾是搁较简单的。区水正也回应讲，怀疑这小红书有通奸记录，也强调有必要对法制层面来规范。陆委会最近查出有可能和中国党政军合作发文政治表态的台湾艺人，包括欧阳娜娜、黄安等人。中国各台办所趁机会声援话，讲14亿的厝内人是恁永远的靠山。陆委会主委区水正听了是笑一个。在特定时刻转发相同的图贴或是共同的言论我们不太相信这是自发行为。我想你们相信吗？真的是把我们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视为一家人的话，那就不应该在特定时刻要求他们政治表态。网络的红人馆长陈志涵表态讲要去中国做和平大使，区水正讲，因为伊是一般的国人，无需要政府的许可，嘛敢若会当甲祝福。但是因为进前中国配偶武统的言论，为了反制中国利用民众违法当局的主权，立委提案修正两法条例，希望明定言论自由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界线。发表支持中国武力统一台湾或支持中国对台军演，这样有触法吗？我们还是要了解他背后的动机。没错，主委，我以为你是国安局啊，你是陆委会啊。这个危害中华民国存在或变更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鼓吹武统台湾，鼓吹用武力的方式来侵略台湾。像这些嘴巴讲就可以啊。之前中国有学者指出讲，台湾的少年人介意用小红书、用 App 治理台湾是搁较简单，这嘛互陆委会关注警戒。我们也呼吁各级学校应该对于使用这类的这个 APP 应该要有一个识读方面的提醒。在你们的定义里，小红书这样子的社群平台是统战工具吗？我们一直有这个高度的怀疑啦。陆委会强调，一直有和相关主管机关讨论，所落来进一步对法制面去规管。记者综合报道。